其實好多自卑嘅朋友咧，係好想自信一啲嘅。OK，咁但係其實佢哋會透過讀書啊，令到自己外貌好睇啲啊，或者想增加多啲條件，令到自己變得更自信。但係其實呢個方向咧，好多時候係錯誤嘅，或者佢哋思想上有個謬誤就係我條件好啦，等於我可以自信。其實你哋睇翻下喺呢個世界上咧，好多人咧，佢條件唔錯㗎，即係可能會可能樣貌唔錯啦，學歷唔錯啦，家底幾好啦，或者其實有啲天賦啦，但係其實佢哋都依然係好自卑，人哋讚佢嘅時候好多否定。咁所以其實自信同條件係冇乜關係嘅，而真真正正嘅自信其實係嚟自乜嘢咧？就係兩樣嘢啦，接納同埋愛。即係其實你有幾接納你自己咧？同埋你幾愛自己，即係好多人話自愛，其實有啲人問我愛究竟係咩啊？咩叫自愛？其實簡單講，自愛即係接納自己，其實係同一個事情嚟。咁所以當如果一個人能夠愛到自己、接納到自己嘅時候咧，再去同人相處，再去接觸世間萬物咧，其實佢個自信或者能夠做到自己嘅機會咧，相對上就會變得好高。咁所以就呢個先係真真正正自信嘅原因咯。咁所以好多朋友就會覺得係咪要再增進自己咧？或者有啲人覺得我咁接納自己，其實等唔等於我會進步咧？其實人係可以一邊接納自己一邊進步，而否定自己其實唔等於嗰啲人會追求進步。其實好多自卑嘅朋友咧，係好想自信一啲嘅。OK，咁但係其實佢哋會透過讀書啊，令到自己外貌好睇啲啊，或者想增加多啲條件，令到自己變得更自信。但係其實呢個方向咧，好多時候係錯誤嘅，或者佢哋思想上有個謬誤就係我條件好啦，等於我可以自信。其實你哋睇翻下喺呢個世界上咧，好多人咧，佢條件唔錯㗎，即係可能會可能樣貌唔錯啦，學歷唔錯啦，家底幾好啦，或者其實有啲天賦啦，但係其實佢哋都依然係好自卑，人哋讚佢嘅時候好多否定。咁所以其實自信同條件係冇乜關係嘅，而真真正正嘅自信其實係嚟自乜嘢咧？就係兩樣嘢啦，接納同埋愛。即係其實你有幾接納你自己咧？同埋你幾愛自己？即係好多人話自愛，其實有啲人問我愛究竟係咩啊？咩叫自愛？其實簡單講，自愛即係接納自己，其實係同一個事情嚟。咁所以當如果一個人能夠愛到自己、接納到自己嘅時候咧，再去同人相處，再去接觸世間萬物咧，其實佢個自信或者能夠做到自己嘅機會咧，相對上就會